各位觀眾，歡迎返到猴哥觀象節目。今日我哋繼續同大家拆解美股幾隻熱門股，專門睇日線級別嘅走勢。第一指，英偉達 NVIDIA， 從圖形結構嚟睇，而家仲係上升通道入面，通道上緣由$181一路抬到$236，下緣亦都由$164上移至$215。目前$215係英偉達日線最重要嘅支持位，如果之後守得住呢個位置，股價有機會再衝通道上緣，目標$250至$260。萬一穿咗$215，下一個支持位就睇$200。總括嚟講，英偉達中期上升格局未變，只係短期出現技術性回調。$215係今次調整嘅核心關鍵位，守得住就有條件再創新高，一旦失守就會進一步下探。第二指，英特爾 Intel 呢隻股我哋之前一直睇好，如果遲啲可以做到美國版台積電，長遠潛力相當大。而家股價處於高位陣，波幅大約$105至$120。之後如果企穩$112，就會挑戰之前高位$132。如果大市氣氛熱烈，甚至有機會衝破上市$150，但一旦跌穿$112，就會落去下一個支持位$105。總括嚟講，英特爾長遠潛力十足，現階段就維持高位上落格局。$112係後市走勢嘅關鍵分水嶺，企穩就有條件再創新高，一旦失守，股價就會落返$105呢個區間尋求支持。第三指，特斯拉 Tesla 日線圖上，近6個交易日完成一次技術性回調，觸及上升趨勢線下緣$395之後即刻反彈。截至5月22號當日盤中，股價觸及日線多空分水嶺$430之後就遇壓回落，未能成功企穩。之後如果可以有效突破$430，就會上望$445。如果衝唔穿，就會再落去測試$415趨勢支持。總結嚟講，特斯拉短期完成技術性回調，低位有力反彈，但22號盤中觸及$430多空位後遇壓回落。$430係短期強弱分界，突破先有反彈空間，衝不破則會再度回踩$415支持。第四指，微軟 Microsoft 走勢上，微軟已經向上突破之前嘅收斂三角形，最近6個交易日收市價都穩守舊時嘅壓力位$415，而家處於突破之後嘅整固階段，之後回調只要唔穿$413，升勢就會繼續。目標$430。相反，如果跌穿，就建議沽貨離場。微軟成功突破三角形走勢，近期持續穩守$415或力位，目前屬突破後整固。$413係短期防守底線，守得住延續升勢，上望$430。一旦跌穿就轉弱離場。第五指，甲骨文 Oracle， 而家股價走緊收斂三角形，上星期二曾經跌穿三角形下緣。不過之後3日多頭即刻反撲，星期五雖然未能重回三角形區間，但就穩守$190呢個關鍵多空位，後市仍然有機會上望$205至$220。一旦失守$190，就建議清倉離場。總結，甲骨文走勢反覆，雖曾跌穿三角形下緣，但多頭隨即反撲。$190係當前多空關鍵位，守穩此位仍有機會挑戰205至$220。若不幸失守，走勢會轉弱，建議清倉離場。最後一隻 CoreWeave， 股價跌穿$113之後，原本嘅上升通道已經變成弱勢三角形收斂，上升動力明顯減弱。之後如果可以突破$108，就上望$118。相反，如果跌穿$101，就果斷沽貨離場。以上就係幾隻熱門美股嘅走勢分析，多謝大家收看。所有內容只屬個人觀點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鍾意我哋節目嘅觀眾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、留言同我哋一齊交流。下一集，我哋會同大家分析港股大盤同熱門股份，敬請留意。